英雄，我顶日来甲你讲过吼，你叫我补体就好吼，啊莫叫我老小姐，吼，好无？好，安尼以后我就叫你补体就好。哎，大姑娘有礼哦。哎，大弟今仔日心血来潮，想讲你昨昏甲教迄套军法，我想讲你面头前安尼，伊今仔小好好练习一下吼。老公主，喂，那我好真爱听啦，你莫叫我大姑娘啦，安尼哦，我会感觉足见外，然后阮听到足爱叫人呢。你是毋是春心的啊？他拄我安尼，你毋是秘伫后壁，我所讲的代志，一句话你拢无挑签呢吼哈？哎，歹势吼，我毋是伫遐甲你偷听的哦，你无听人咧讲哦，迄个有样学样，无样就家己受。个对嘛？哦，我感觉恁两个真袂计数。迄光头白日啊，家己说谈恋爱安尼，啊，毋惊人甲恁笑安尼。哎呀！我安怎？哎呀，你莫安尼讲讲嘛，你拢要安尼讲起笑。我以后吼，我不爱插你啊，我要倒来去甲阿爹讲。阿爹讲对，我知阿爹讲对，较讲嘛即句。老小姐，讲实在，若以你的迄精神哦，我保证3个月互你出师。拜托，下你捌讲啊，3个月5个月小妹出师哦。行情差伤济哦，啊，我练3年才会出师，阮小妹3个月当啊出师，拜托嘛安尼哦，行情是差伤济去啊啦。啊，像你的体格是要你看要偌紧出师？你家己看嘛。哦，大关主，这件代志啊，事关重大，袂晓出差错。拄则遐个人，我看起来无较偌妥当，你爱小注意一下。老安话，这个放心。后个月所选的遐武林英雄啊，你才慢慢啊过目啊。万事拜托。不敢当。好，换我入去内面啦。咱来借问咧哈，唔知我较大，你较大吼？你较大啊？这就好，你可莫甲我计较了。你若定定安尼甲我无大无小吼，时到年讲你若犯罪去，互人甲你处罚，我唔插你哦。好啦。好，较乖咧。知啦。喂，有人来啊！较紧嘞，我入去。哦。较乖咧，较忍耐咧哈，今嘛咱莫甲你缀遐重啦。一路上兄到山头。乌白来，什么送兄上山头？你是要酒探换死哦？我是要来去学功夫。唔是啦，兄，我唔甘你去啦。哪会唔甘我去？我已经报名，你知无？我即摆无来学功夫，要安怎成为一个武林的高手？哎呀，也毋过吼，你也想看卖呢？你即款瘦个薄板的体格，尤其是你这年纪对无？啊，你也毋是咧学功夫的材料啊，敢好？恁兄才想要来减肥咧，瘦个薄板。我甲你讲，你毋通看猫无点，阿兄比2步，互你看嘛咧。我哪成啥无？爱形象。哦。发，滚打南山明虎。发。卡塔北海蛟龙，嘿！哎呦，阿兄，你看啦，对我比无2包就劈落去啊！无啦，唔是啦，去打着金蕉皮啦。那我这哦，食到遮大汉，我上铁气啦。只要有金蕉皮，你找看卖啊！你找啥物金蕉皮？对，你对我看。金蕉皮啊？金，无啦，我骹金救金啦。好啦，点啦。人讲送君千里，将士一别。日为贤妹，就送到遮就好。阿兄过世了。哎呀，啊你就知影过去咱三爷妹仔拢是靠捡查为生对无？啊你即马去学功夫，剩阮2个，啊若夭寿的时阵要安怎？哎呦，哎呀，喂，咱三爷妹哦，拢是相依为命的。啊你即马哦放阮2个水妹妹就出，我安尼啊危险的知无？对无？够有道理哦。那安尼，阮是毋是应该插你去？应该啦。巧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哦，我做啥？规个剧情拢对恁行咧，遐嘛叫恁滚呢？好啦，几
开去安尼啦，若要去就来去啊。二位贤妹，在随我来呀！来了，来找啊伊，中啊！足喘的。啊，即马走几千里啊？哦，可能几啊千里啊。嘿，可以喘哦。莫怪啊，就是走啊，巴肚这手较摇摇。啊，你巴肚枵，啊，你我嘛枵，来来来我嘛来。叽叽咕咕，食饭完。这哎呀，你的。哦，我的。啊，这我的。哦。啊，这我家己做的好食哦。这位兄弟，你是毋是换巴肚这腰？阿妹啊，啊？摕一粒互伊煲。袂用的啦呀！啊，这咱哦准备甲拄啊好尔，搁让人食无够啦。唉，较分张的啦。人讲助人为快乐之本，你来看这个兄弟是来穿甲破烂破损，有够可怜的。伊个马都咧扭袂落来啊吼，怎么通放互伊带腰？摕一粒互伊啦。哎呦，啊，毋过这啊，这人莫搁乱啊，毋过啦，咱昨今食就都有啊，互伊一粒啦。好嘛。来啊，来，这饭碗来食。啊，两位兄妹啊，做咩我安尼食啊足饱？食饱。准备赶路。好，今日来啊！你是食无饱？毋是啊，恁人真好，心肠真好。今仔我巴肚枵恁愿做啊，我一定爱报答的。你若饭完尔，暗是什么货啊？遐也着报答。应该的，不用啊，该然啦，不用啊。该然啊，啦。无你要哪报答我？你让我做啥啊？啊我啊，笑诶。